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16日。哥林多后书10章4节安尼讲：因为阮交战的器具，毋是属伫肉体，是伫上帝面前有气力够业，通来攻破这个坚固的影子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伫你的面前有够业气力，通攻破坚固影子的天平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权、至圣、至真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！愿敬拜你，尊崇你的名，因为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，你是气力甲真理的源头。主啊！你的名伫全地到这悬大，你的信息大过诸天，你的权柄遍满伫通世间。我要学乐你无煞，主啊！求你教示阮知。生命中的征战，毋若是外在的环境，也是人的冲突。有时，搁较是内心思想甲信仰的征战。主啊，当阮面对惊吓、骄傲、苦毒、灰心、甲无信的时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有对你来的气力，阮才通攻破坚固的影子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